石硤尾煤氣爆炸案仍然有5個受傷消防員危殆，消防處長話調查人員仍然喺現場搜證分析。潮聯小巴代表律師話已經準備好執行旺角佔領區臨時禁制令。曾俊華話現階段要確保滬港通運作暢順，認為投資者冇盲目入市唔係壞事。各位，我黃麗國，歡迎收睇呢節新聞。石硤尾村造成1死12傷嘅煤氣爆炸案，仍然有5個消防員危殆，1人嚴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到醫院探望佢哋，而涉案樓層仲未解封。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喺消防處處長陪同下，去到瑪嘉烈醫院深切治療部探望傷勢最重嘅消防總隊目。佢腦部係受到好大嘅創傷嚇，琴日亦都做咗一個手術，而家都係未脫離危險期啦，人亦都唔清醒嘅嚇。咁我喺呢度希望佢能夠早日康復嚇。實在感到非常之難過嚇，我哋嘅同事每日都係緊守崗位，維護市民嘅生命財產嚇，真係唔願意見到有呢啲傷害嘅情況。佢之後轉去沙田威爾斯醫院探望其他傷者。呢兩位嘅情況幾好啊！我都放心有啲。即係有冇都傾偈咁樣？傾到。消防處處長話，調查人員仍然喺事發現場搜證同分析，但係意外嘅細節，包括行動步驟同裝備係咪符合規定，就要等傷者傷勢好轉之後再了解。我哋去做呢啲爆破嘅工作，如果嗰個環境呢係有一啲懷疑一啲洩漏嘅氣體或者易燃氣體呢，啲同事係會分外小心。佢哋都明白到呢，我哋用嘅工具會唔會係產生一啲火花。喺我哋嘅日常嘅操練訓練裏面呢，佢哋呢方面係好掌握嘅。咁喺呢件事裏面呢，我哋都係要留待個調查小組去詳細了解。而西九龍重案組探員去到美影樓11樓爆炸嘅單位調查，返到單位攞私人物品嘅住客話，煤氣味仲未散，屋企情況混亂，仲有水，咁有水浸住。都仲有成呢啲咁高水浸住咯。揾人整呢把鎖先咯。咁冇雪櫃啊，雪櫃都冇啊。房屋處職員喺大堂設櫃位，登記居民居住單位嘅破壞情況，稍後安排維修。美影樓對開嘅呢一個地下啦，喺發生事故之後呢，有大量嘅玻璃碎留咗喺呢一度。咁清潔工人喺晏晝已經係清理好晒㗎啦。而家呢一段嘅大坑西街啦，仍然係封鎖住，有警員喺呢一度戒備。美影樓11樓一個單位，尋日近中午嘅時候發生煤氣爆炸，男戶主死亡，另外12個受傷嘅包括9個消防員。警方話案件有可疑，唔排除有人打開氣喉自殺，消防會成立專案小組調查。無線電視記者陳日詩報道。佔領行動第57日，就旺角佔領區亞皆老街一段道路獲頒臨時禁制令嘅潮聯小巴公司，佢嘅代表律師話已經準備好執行禁制令。律師行代表潮聯發出通知，指潮聯已經為執行旺角禁制令準備就緒，亦都已經同執達主任商討細節。潮聯雖然唔準備聽日到旺角執行禁制令，但發出最後通知，要求佔旺人士立即終止佔領有關路段，停止繼續違反禁制令。潮聯有權唔再發出通告，而直接到有關路段宣讀禁制令，喺執達主任協助同埋警方支援下執行禁制令。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話：無限期佔領會影響法治，認為佔領行動係時候轉化。新民黨認為佔中發起人應該盡快自首，令到佔領行動結束。喺旺角佔領區，面對即將執行嘅禁制令，有人將寫上心聲嘅標語貼喺路障上面。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出席本台節目講清講楚，話公民黨一直支持學生，但係遵守法庭命令係法治精神好重要嘅一部分。我相信如果繼續咁樣係去佔領落去無限期咁樣咧，法治係會受到影響嘅。咁但係我亦都呼籲就係即係所有佔領者為學生，亦都係時候去諗點樣去將嗰個雨傘運動咧帶到落去社區，而唔係無限期咁樣去佔領個街道。因為如果你無限期佔領街道，從政治嘅角度去睇，你可能係永遠會失咗民心。
新民黨喺月中就進行民意調查，喺港島同新界街頭訪問超過1700個市民，83%人認為違反禁制令對法治有影響，1成7人認為冇影響，比較年輕嘅傾向認為冇影響。對於整場佔領運動，支持嘅有10%，6成6人反對，8成2人認為應該盡快撤離，6%嘅受訪者就唔認同。新民黨認為持續嘅佔領行動已經失去支持，應該結束。佔中發起人自首可以係第一步。為咗減輕對市民嘅痛苦啦，如果佢自首，唔該佢快啲啊！我唔知點解佢要諗下個月頭啦，最好係盡快禮拜一去，聽日去自首。有傳媒報道，3個佔中發起人最快下個月5號自首。戴耀廷接受查詢嘅時候話有決定就會公佈，而陳健民就話幾日內會有決定。無線電視記者吳景俊報道。警員涉嫌毆打公民黨議員、公民黨黨員曾健超案，曾健超表示警方已經安排認人。曾健超話獲代表律師通知，警方安排佢禮拜3到警署認人。而事發當晚到警察總部報案嘅113個社工，先後收到警方通知，指佢哋嘅案件列為投訴。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唔滿意呢個安排，計劃向投訴警察課投訴，或者要求監警會跟進，亦都有可能發起不合作運動，例如係定期向警方交信，藉此施壓。有團體舉行集會支持警方執法，同埋希望香港人可以團結。開講都話家和千日萬事興，大和解點都好過鬧不停。集會喺九龍公園舉行，主辦單位話希望透過活動宣揚香港要團結嘅訊息，同時表達支持警方執法。有參加嘅立法會議員話，佔領運動令到香港雞犬不寧，又批評話打算自首嘅佔中3個發起人。幾位發起佔中嘅人士就話我要去自首，不過我希望1萬人一齊去自首。大家諗下，1萬人一齊去自首。首先癱瘓嘅就係警署，跟住癱瘓嘅係法庭。點解要係咁做？邊個要將法庭擺上台面？有喺旺角同埋中環開診所嘅專科醫生話，佔領令到部分長者唔去覆診。大家都知道青光眼呢就需要滴藥水嚟到控制個病情嘅。咁如果控制唔到嘅時候呢，會點呢？佢就會破壞咗個視覺神經，而呢個破壞呢，係永久性嘅，影響我哋生意嗰啲唔緊要，係影響病人嘅健康。警務處前高級助理處長鄧厚剛都有出席，佢話樂於見到青少年對政治有興趣，但係而家政治環境複雜，佢哋先要有所掌握。政治呢一門係學問嚟嘅，而且係一個好複雜嘅學問，有好多年青人咧掌握唔到。佢未曾掌握到之前呢，佢已經好想咧走出嚟帶領個社會改變，呢個係好危險。大會話集會用咗3日時間嚟準備，佢哋又希望參與佔領嘅學生能夠盡快離開佔領區。無線電視記者周浩亨報導。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認為，投資者冇喺滬港通一開通就盲目入市並唔係壞事。佢對滬港通嘅長遠效益充滿信心。滬港通上個星期一開通，交投令到唔少人覺得意外。除咗第一日北上買 A 股嘅額度用盡，之後幾日投資者參與都未見踴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喺網誌度話，滬港通開通咗管道，俾兩地投資者買對方嘅股票，但係投資者仍然要客觀考慮潛在回報同風險等等各種因素，亦都需時了解對方嘅市場同相關股票。所以投資者冇喺滬港通一開通就一窩蜂咁盲目入市，並唔係壞事。曾俊華話：對滬港通嘅長遠效益充滿信心，而現階段嘅重點係確保運作暢順同埋各項風險管理同監管措施能夠有效落實。有學者亦都認為，滬港通開通初期投資者較為謹慎係可以預料。喺國內嘅散戶嚟香港呢，通常嚟講呢係會小心啲嘅。佢哋炒嘅細嘅股啊，大嘅散戶呢，其實已經通過基金好多方法渠道啦，已經喺香港投資㗎啦。而香港喺國內投資咧，主要就係嘅機構投資者，而佢哋咧係比較上係謹慎嘅，所以第一2個禮拜嗰時候咧，個情況咧唔係咁咁熱烈咧，其實係可以預料嘅。陳文雄認為，滬港通係人民幣市場化嘅一部分，唔應該被視為中央向香港送大禮。
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內地有不法商人使用有毒食品添加劑生產腐竹，涉及7個省41人被捕。公安部門喺山東、河南等7個省採取行動，搗破咗8個製造食品添加劑地點、17個生產腐竹地點，查獲食品添加劑105噸，有毒腐竹3萬幾斤，涉案金額5000幾萬人民幣。山東公安今年3月根據線報，先喺滕州市搗破一處用硼砂同埋吊白塊等工業用料製造食品添加劑嘅地點。經追查之下發現，呢一啲有毒嘅添加劑亦都賣到河南、湖北等其他省份。當局話，不法商人用工業用料加工腐竹，係想令到腐竹增重、漂白、防腐等，謀取非法利益。轉頭返嚟會有其他消息，一陣見。人民幣2萬蚊兌換上限取消，銀行爭相推出相關零售產品，散戶又會點揀呢？人民幣嘅未來走勢又會係點？蘇麗鐘錶特約財經透視，今晚深夜12點4，翡翠台。一間歷史悠久嘅安養院，竟然跟葡萄酒結下不解之緣。一場葡萄酒大賽，你會發現廉價酒一樣得人喜愛。There's always surprises. Daloyor Paris since 1682 presents 走遍全世界，星期4晚9點半，明珠台。吞唔吞到啊？飲啖水沖落去啦，得唔得？試下拍啖飯啦。啊！吞唔吞到啊？唔得啊！等我嚟。滾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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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落。咁大粒藥，細路點識吞啊？幸福為你行多步，兒童幸福傷風感冒素，容易食易吸收，果子味仲唔會蛀牙㗎。幸福為你行多步。你睇我唔到，咪俾睇唔見嘅甲醛破壞你嘅家庭幸福。立邦金裝抗甲醛正味全效，分解有害甲醛，轉化成水分子，仲超級抗菌。金主，捍衛家人健康，我的靈感，我的立邦。嗱，佢將來要做律師、醫生、運動員㗎，坐都坐唔好，點溫習啊？That's what I need。Freemax 兒童人體工學系列，能配合身形調節最理想高度角度，有效輔助脊椎健康成長。脊醫學會誠意推薦 Freemax， 保護你脊椎嘅人體工學工作站。實德金融物業貸款特快批核，手續簡便，彈性還款，助你實現所想。實德金融引領成功路 ，Success empowers your success。傲自尊鳳凰章令我精神啲，容光煥發，增強體質，保持青春活力。我同老公日日都有食㗎，守護健康，傲自尊。Direct Asia 車保至底價保證，搞掂。DirectAsia.com 車保至底價保證 ，easy。政策點制定？資源點分配？你有乜睇法呢？上呢個網站提出意見啦！互動新聞台網羅最全面滬港通資訊，上午及下午滬港快訊跟進兩地股市走勢，報道內地重點財經新聞。下午1點滬港1點通，內地投資專家即時分析市況。互動新聞台與你緊貼財經脈搏。Official timekeeper of the 17th Asian Games in Cheon 2014。北京，現在嘅時間係晚上9點44分。國際報時係由瑞士天梭標贊助播出。